Hello，大家好。嗱，呢期嘅節目呢，我哋就講講一個遼代嘅大墓。遼代大墓真係好少見嘅。嗱，而家鏡頭上邊就係一座遼代公主嘅夫妻合葬墓，亦都係為數不多未被盜挖過嘅遼代皇族墓種。而墓葬嘅建築更加係奢華無比啦，出到嘅文物呢，更加令人驚嘆不已。歡迎嚟到越講越迷，製作唔容易，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 啊！喺1986年嘅6月，內蒙古自治區內萬旗嘅一個斯布格圖村嘅一個小村莊入邊，咁村民呢就正係建造緊一個灌溉農田嘅水庫。咁但係施緊工嘅時候，挖掘機呢竟然從黃泥塘入邊就挖出咗大量嘅青磚，一個墓葬嘅頂部就露咗出嚟啦。而呢一則消息真係即刻驚動咗當地嘅政府啊！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民博物館嘅工作人員呢，係火速咁趕到現場。而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咁攞開咗青磚之後，眼前嘅景象呢，令到佢哋係興奮不已咧。果然係一座古代嘅大墓。一支聯合嘅考古隊呢，係迅速咁啊組建起嚟咧。搶救性嘅考古挖掘亦都正式咁開始。咁考古隊喺墓頂嘅前邊呢，就挖咗一條1米深、3米闊嘅通道，咁借此就嚟尋找墓道啦。我們就是按以往的經驗，陵墓的墓道一般都是向那個東南方向、太陽初升的方向造的，所以它一般都是南偏東20度左右。這樣我們知道它這個墓門在什麼位置，這樣的我們就橫剖面打個探溝，先把那個墓道的寬度找到。考古隊啊發現墓道裏邊係充滿咗細碎嘅沙土同埋碎石。咁隨住啲填土逐漸被清理開嚟，墓道嘅台階咧亦都顯露出嚟咧。而令到考古隊感到驚奇嘅就係墓道嘅兩側全部都會有壁畫嘅喎，而且啲顏色至今依然係非常鮮艷。喺壁畫入邊，一個青壯年呢係牽住一匹黃色嘅駿馬，一隻手攞住韁繩橫於馬頸之下。咁喺墓道嘅另一邊就係一位中年人牽住一匹黑馬。咁侍從身後仲有狼道，而壁畫上邊嘅兩個牽馬侍從呢，都係身着長袍，都留有軍法。咁考古人員由此啊推斷，墓嘅主人應該就係契丹人啦。咁契丹族就係中國古代北方嘅游牧民族，早期就分為契丹八部，唐朝嘅初年先形成咗統一嘅部落聯盟。咁考古人員就發現墓道嘅壁畫入邊嗰啲馬匹呢，隻隻都係十分精壯嘅。馬嘅額中仲被紮成咗辮，喺長長嘅墓道入邊會有咁精美嘅壁畫。咁考古人員就猜測墓嘅主人一定係一個喺當時身份顯赫嘅契丹貴族。公元1114年，白山黑水間嘅女真人呢喺廣闊嘅北方草原展開咗滅遼之戰，而遼國五京就先後淪陷啦。咁今日嘅遼上京城外仲有金代嘅城壕。金喺滅遼之後就大肆去挖掘遼墓，以至於遼國皇族嗰啲大墓，大多數都係難逃一劫嘅。而經過考古隊幾日嘅挖掘，大墓嘅墓門呢，亦都終於係見到咗啦。磚雕石料仿木結構嘅門樓就出現喺人嘅眼前啦。磚雕的這個仿木頭的結構，這麼一個狀態，它的斗拱是很複雜的，上頭用很多彩繪做了裝飾。那個墓門又寬大又宏偉，它的墓門跟中原、跟唐朝的這些墓葬呢是一樣。咁佢嘅呢個墓門呢，同中原唐朝嘅墓基本都係一樣嘅。考古人員仲發現墓門上邊仲有雕住牡丹花嘅花紋，色彩非常鮮艷。牡丹仙鶴花鳥圖就盛行於唐代嘅契丹部落，曾經係屬於唐朝嘅崇密都督府所管轄。呢個就係契丹人借鑒同埋融合咗唐朝嘅喪葬文化之後所形成嘅啦。大墓嘅墓門呢係塞滿咗封門磚，十分之堅固，而磚面嗰啲罅隙呢，則係用咗石灰嚟灌溉啦。咁就係為咗防止墓葬被盜採取嘅措施啦。咁亦都導致咗考古人員足足用咗3日時間先打開咗一個細細嘅窿。打開以後，我們首先放裏邊的空氣往外放，全打開以後。往裡一看，還有一道門，裡邊是木門。
木門上邊就有一把鎏金銅鎖，銅鎖嘅外側則係有鎖匙窿嘅，銅製鎖匙嘅頭部則係呈勾齒狀。因為這個木門已經腐爛了，我們這個鎖子還在這個木門上掛着呢。鑰匙呢在室內，就是前室地面放的2把鑰匙。打開木門以後，一看，大家非常驚訝。哎呀，這個墓保存得太好了，沒有被盜。一座保存完好嘅大墓就出現喺大家嘅眼前啦，咁就令到考古隊嘅所有工作人員呢都非常興奮。咁前室打開咗之後，一啲散落嘅圍棋棋子呢就出現喺考古隊嘅眼前。呢啲棋全部都係由木頭所製嘅，上面係塗有顏料，而裝住呢啲棋嘅則係2個特製嘅陶盒。而考古隊呢個時候呢，亦都發現咗大墓明顯就被水浸過嘅，一啲瓷器同埋金銀器呢係散亂咁堆放喺前室，有綠油長頸壺、綠油罐、銀盞等等嘅器物。咁左右嘅2側呢就係東西耳室啦，耳室就留有門槽。咁東耳室入邊就係隨葬嘅物品，係墓主人生前所使用嘅飲食器皿，有花口清瓷碗啦、瑪瑙盅、銀壺、水晶二杯等等。呢隻花口清瓷碗顏色好均勻，胎壁亦都好輕薄，聲音仲要好清脆添。咁經過考古專家嘅考證，呢個竟然係越窯系入邊嘅秘式瓷。而呢啲咁嘅精美瓷器，則係展示咗墓主人生前嘅奢華生活啦。咁考古人員就發現前室嘅2壁呢係繪有飛鶴同埋人物嘅壁畫，色彩係非常鮮艷，就好似啱啱畫上去咁啊。咁但係墓室打開咗之後呢，佢嘅顏色卻喺度慢慢咁退去。而就喺呢個時候，前室正中嘅地面上邊呢，一塊幽綠嘅方形石塊就吸引咗考古隊嘅視線啦。呢個係墓誌嘅石碑，上面刻有陳國公主墓誌銘。而家呢塊墓誌呢，仲保存喺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入邊。咁考古人員發現墓誌就係用綠色嘅砂岩鑿刻而成，上面仲刻有人物同埋牡丹花。咁根據出土嘅墓誌銘，工作人員係驚奇咁發現，首次發現未被盜挖嘅遼代皇族大墓，佢嘅主人呢，竟然係遼景宗嘅孫女陳國公主。從他的墓誌的技術的內容上來看，他是遼景宗2兒子耶律隆慶的姑娘，那麼她本身又是遼聖宗的侄女，真實的體現了陳國公主墓的這樣的一種輝煌的這樣的一種價值。墓誌記載同陳國公主合葬嘅就係佢丈夫，同樣亦都係佢舅父啊，駙馬都尉蕭紹舉。咁後嚟呢，亦都因病而死啦。陳國公主其實是遼代的一個公主的封號，她的封地在陳國，所以說我們當時的遼代呢把她封為陳國公主。咁跟住落嚟，考古隊嘅挖掘目標就係墓主人所在嘅大墓後室啦。咁進入到後室入邊，考古人員呢就發現圓形嘅後室，就好似一個好大嘅帳篷一樣，木護壁係緊貼住墓室嘅後壁，而後室入邊嘅陪葬品就係豐富多樣嘅，有金花銀缽，缽嘅內底呢就刻住一朵白瓣嘅大蓬蓮花，仲有出土嘅銀痰罐，同壁畫上面嗰個侍從捧住嘅痰罐呢就好相似啦。至於壁畫上邊點解個侍從會捧住個痰罐，咁我啊真係唔知啦。而家考古人員呢係慢慢向住後室中央嘅屍床就慢慢靠近，佢哋係好震驚咁發現公主同埋駙馬嘅屍體呢係並排咁安放住，好安靜咁瞓咗喺屍床上邊。咁佢哋面上邊仲戴咗2個嘅黃金面具。呢一種嘅黃金面具喺遼代古墓入邊就首次發現，喺幽暗嘅墓室入邊，2副金面具呢係閃閃發光嘅。咁覆蓋喺公主面上邊嘅金面具，面容豐滿，上頰舒展，雙唇微合，神態係非常端莊嘅。而從駙馬嘅面具嚟睇，咁駙馬生前應該就係一位俊朗而清秀嘅男子啦，顴骨微凸，下顎尖削，面型清秀。駙馬是左邊，公主在右邊，駙馬的右手壓在公主的左手上，象徵着一種愛情吧，
只有她那个牙齿完整的，但是整个轮廓都能看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她整个身体用那银丝网络罩上去，她那个银丝网络是跟人的没腐爛以前的屍體是一樣的，所以能看出來。咁儘管經歷咗近千年嘅時光，公主同埋駙馬嘅銀絲網絡呢係依舊保存完好嘅，而銀絲網絡下邊啲衫呢就已經係碳化腐爛啦。咁公主同埋駙馬身上嘅陪葬品係極為之奢華，而嗰啲隨葬品呢都係保持住入葬時期嘅位置，佈滿晒成張床面。而令到考古人員感覺頭殼赤嘅呢，就係眾多曾經佩戴喺公主同埋駙馬身上嗰啲文物呢，就已經係亂晒啦。咁就令到清理工作好難以進行。咁為咗防止文物嘅損壞啊，考古隊就決定將屍床上邊嘅公主同埋駙馬遺體以及佢隨身攜帶嘅陪葬品整體咁遷移，搬到翻實驗室再進行處理。1986年嘅8月，咁經歷咗1000幾公里嘅長途跋涉，載住陳國公主同埋駙馬嘅大卡車呢，係駛入咗內蒙古博物館嘅大院。而喺室內文物整理嘅工作呢，亦都正式開始啦。考古人員係首先係清理咗銀絲網絡。咁公主同埋駙馬嘅銀絲網絡呢，均係用直徑只有0.05厘米嘅銀絲線，根據佢哋嘅體型嚟編織。就是一個五指分開的，就這個網絡上那樣手套，那個手套都是分指的呀，就是你看到這5個指頭都是分開的，而呢當時的漢族不是這樣的手套。但是一直影響到今天這個手套這樣。公主同駙馬隨身佩戴嘅隨葬品呢，係豐富而精美。佢哋嘅頭枕金花銀枕，喺枕面呢就刻住飛翔嘅對鳳，鳳頭上就有羽冠。而公主嘅裝飾真係雍容華貴啦，雙耳係戴住珍珠琥珀耳環，頭戴高尺鎏金冠。咁經過修復之後，陳國公主嘅高尺鎏金冠呢就展示喺世人嘅面前啦。冠嘅兩側有對正嘅立刺係高於冠頂，全部都係鏤空雕刻，仲要暫刻住火焰寶珠、鳳鳥紋同埋變形雲紋。而公主佩戴嘅玉器同埋琥珀器呢，做工亦都係極其精美，大多數都係散落分布喺墓主人嘅周圍。咁考古人員亦都對呢啲文物就進行咗復原啦。而修復好嘅珍珠琥珀頭飾呢，令人眼前一亮，成個頭飾就有住兩件龍形嘅飾件。小珍珠同埋金飾片呢，以細金絲線連接而成，而琥珀珍珠耳環呢，真係由4件嘅琥珀飾件組成嘅咧，雕刻成龍魚形嘅小船。咁船頭坐有一人披住蓑笠，中部有船艙，船尾就有一個魚筒，雕刻得真係細緻生動啊！鴛鴦形琥珀飾件，荷葉上邊砌飾住一對嘅鴛鴦，相似收攏，上卷嘅荷葉呢，就好似喺度微微咁搖曳。而公主同駙馬心口前邊所佩戴嘅琥珀瓔珞呢，則係由琥珀珠同龍紋樣式嘅琥珀浮雕飾件就組成嘅。動物形玉佩就安放喺公主嘅腹部，玉璧嘅表面用細線就淺雕出12生肖，玉嘴就分別係蛇、猴、蠍、蟾蜍以及係蜥蜴5種形象。而考古人員則係喺駙馬嘅腰間就發現咗金腰帶啦。呢一種嘅金腰帶呢，就係北方嘅游牧民族用於狩獵嘅時候嘅一種腰帶，可以配掛弓箭、刀等等嘅狩獵用具同埋日常生活嘅用品。咁喺陳國公主嘅墓入邊，仲出土咗一啲樣式好特別、做工好精緻、充滿咗異國風情嘅玻璃器皿啊！咁喺當時玻璃器皿呢係極為之罕見嘅。陳國公主墓就出土咗乳丁紋玻璃瓶同埋乳丁紋玻璃盤等等咧。咁專家認為呢啲玻璃製品呢係有住明顯嘅中亞風格嘅，產地應該就喺兩河流域。咁喺遼代，精美嘅西方玻璃器皿呢係好受薛丹貴族喜愛嘅，係一種富貴嘅象徵。公元1016年，16歲嘅陳國公主呢係迎嚟咗一生中最幸福嘅時刻咧。佢同泰寧軍節度使蕭少舉就結為咗夫婦，一件交感鴛鴦玉佩佩戴喺佢身上。咁後生嘅公主係充滿住對愛情嘅憧憬啊！呢一件有住唐代金銀器風格嘅金花銀蓮就係梳妝嘅用品。顯然陳國公主呢亦都係一個好貪靚嘅女性。咁後嚟陳國公主嘅命運多變啊！
結婚係僅僅2年之後，36歲嘅駙馬蕭少舉呢就去世咗啦，令到後生嘅公主陷入咗悲痛同埋思念當中。公元1018年，草原呢係籠罩喺一片嘅悲傷之中。陳國公主亦都身患重病，遼聖宗亦都親自去探望。咁關於佢生命嘅最後時光，無字記載得十分清楚。悠悠蒼天，降壽不言；膏肓救疾，藥石難傳。咁公主喺18歲，生命就行到盡頭咧。無字嘅石刻碑文入邊就有咁樣嘅描述：玉德剁成，靜含溫潤，嗚呼！自古人誰皆有死。陳國公主太夭年。遼聖宗追封英年早逝嘅公主為陳國公主，呢個就係皇室對佢嘅最後恩寵咧。如今內蒙古博物館入邊，陳國公主同埋駙馬合葬墓出土嘅文物呢，都靜靜陳列住，似乎就喺度訴說住一段淒美嘅愛情故事，同埋契丹王朝嘅曾經輝煌。咁好啦，呢期嘅節目我哋就分享到呢度，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哋下期再見，拜拜。